永豐金融集團係實力雄厚嘅大型金融服務集團，成立超過40年，業務包括貴金屬實貨買賣、貴金屬保證金、金銀零售、證券、期貨、資產管理同信貸服務。今次為大家介紹一下永豐嘅金銀零售業務。永豐係香港大型鑄金商之一，係歷史悠久嘅香港黃金交易所行員，擁有金條集團資格，鑄造香港認可嘅永豐品牌999.9金條，市場實貨交收量更年年穩佔首3名之內，貨真價實，信譽卓著，品質有保證。乜嘢係實金易？永豐推出嘅實金易係非常方便嘅實貨黃金同白銀網上交易平台，客戶只需開立實金易賬戶，由購買黃金白銀、儲存、提貨至回售，都可透過網上簡單操作輕鬆辦妥，24小時隨時隨地都可以進行交易。想開個實金易戶口？喺網上申請就得。開戶之前，要先預備以下文件檔案，包括身份證明文件、最近3個月住址證明、銀行戶口證明以及紙上親筆簽名。之後掃描圖中 QR Code 或進入開戶網址，填寫開戶申請表格同上載文件，最快即日就可以開到戶口。開戶後就要下載永豐金銀網絡手機應用程式。打開應用程式，然後輸入賬戶號碼同密碼，登入實金易嘅交易平台，存入資金後就可以開始買金同銀啦。呢個永豐金銀網絡手機應用程式裏面有咩功能咁吸引呢？按資金存取可以選擇用 EDDA 存入資金，24/7即時到賬，無需提供存款證明。交易版面除咗可以選擇唔同重量嘅999.9金條、金牌同銀條喺網上下單實時定價，亦可以選擇實金寶或實銀寶交易模式，自己決定購買嘅重量，非常靈活。實金寶以每克黃金定價，最小交易單位只係1克；而實銀寶以每10克白銀定價，最小交易單位只係10克。另外，客戶可以選擇掛單預設心水價位，到價即自動進行交易，咁就唔使成日安住個市啦。買咗金銀放喺邊好？永豐提供一世免費存倉服務，客戶唔使再為儲存同保安問題而煩惱。喺交易版面選擇指定嘅黃金或白銀產品，再按實貨庫存，就可以睇到你購買嘅產品庫存啦。已購買嘅黃金同白銀可以喺應用程式內直接回售俾永豐，仲豁免咗交易佣金。有關交易金額會即時存入客戶嘅實金易賬戶，慳時方便。如果想提走黃金或白銀，亦可隨時喺應用程式內選擇提貨同預約時間到永豐中環集團總部提取。想清楚睇返自己嘅交易，就可以去報表查閱日結單、明細帳同實貨交付列表，所有交易記錄都一目了然。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有關實金易嘅資料，可以掃描圖中 QR Code進入實金易網站。